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海南封关。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这个引起大家热议甚至引起周边各个地区和国家重点关注今天我们也来谈一谈这个海南的这个封关，那对我们普通人呢有什么意义？事隔47年后又一场制度试验，它对中国的影响，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制度的试验田。海南的封关叫独立运作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标志着一个进步一种新的尝试。但是它的前景如何，对吧？我们还要仔细的去分析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海南封关是什么意思。大家看一段视频。今天海南迎来一个标志性时刻，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我们搜集了网上很多网友的疑问，今天这条视频我们就来给大家一一解答海南全岛封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先说结论，封关不是封岛，海南的全岛封关封的不是人，不是船和飞机，更不是对外交流，它封的是一条监管边界，是要将海南全岛打造成一个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一句话概括，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一线就是指海南与我国关境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封关后从国外进口到海南的大部分商品将零关税进入岛内。二线就是指海南与内地之间的界限，封关之后零关税进入海南的商品不能够直接流入国内其他地区，再往里进呢就要重新补缴关税。而在海南自贸港内，各类要素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总之，对外这条线更松，对内这条线更明确，岛里面更加开放自由。对于企业来说，封关意味着成本下来了，空间更大了。截至目前，零关税商品由1900多种增至6600多种，占比高达 74%。也就是说，以后外国 74% 的货物进入海南都是零关税。这里面涵盖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对于需要大量进口这些东西的制造企业来说成本明显降低了。更关键的是，在自贸港内享受优惠的主体之间可以免进口税直接流通。这些商品如果从海南进入内地，再按进口来收税办手续就行。而且对于海南自贸港鼓励类的产业，比如说生物医药、专用汽车制造、海上风电等等企业生产的货物在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 经二线进入内地甚至也能免征进口关税。举个例子比如说进口牛肉，在海南加工后变成牛肉干，增值达到 30%， 卖到内地还能免关税。这些优惠政策必将引发磁吸效应，吸引大量国内外的企业在海南投资建厂。这也意味着海南不再只是中转地，而是真正具备产业落地能力的制度平台。再说我们普通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进出海南岛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还能享受到更丰富的全球商品和更加国际化的环境。在海南买，不仅可以购买离岛免税商品，每位离岛旅客每年还享有10万元人民币的免税购物额度，而且不限购买次数。说的我都想立马去海南度个假。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海南的政策也是极具吸引力。对于在海南自贸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个税实际税负超过 15% 的部分予以免征，这必将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汇集。你可能感受不到封关本身，但会慢慢感觉到海南节奏在变快，机会在变多。让我们再把视角拉远一点，当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贸易壁垒反复出现，中国没有选择跟着关门，而是继续打开大门，把海南这座岛屿变成一个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过去中国的开放更多体现为规模扩张和成本优势，而今天海南封关所探索的是制度开放、规则对接，以及面向未来的高端产业链布局。12月18日其实是国家改革开放纪念日，而现在选择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点启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本身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之路中国会一直走下去。这个视频说的也很清楚很多网友恐怕在网上也看了，对吧？
这个封关运作。我们通俗点理解啊，海南岛就像是一个缓冲区，对吧？你打个引号，是咱们跟世界啊链接的一个节点，是一个试验田，是一个缓冲区啊，更是一个纽带，对吧？这个设想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来谈谈啊，它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啊。首先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物流中心呢，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些货物啊，它很有可能啊就会选择在海南这儿进行集散。做物流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物流中心有什么意义。或者我们想象一下啊，你说京东，如果你买东西啊，你会看你的那个快递在哪儿，对吧？它这个物流信息，你看你在北京你买了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京东的物流信息先告诉你这东西从这个浙江出发了，对吧？先到什么上海什么集散中心啊，从上海集散中心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又到北京啊，京东的好几个什么分仓库啊，到了京东在北京啊，恐怕也有好几个集散地，到了其中的一个之后，下面就是物流站点，对吧？物流站点之后再是快递小哥骑着他那个电瓶车给你送过来。这些每个节点啊，为什么搞那么多节点呢？实际上都是对货物啊重新进行编组。那我想海南岛啊，第一个是起这个作用，就是从日本，对吧，到欧洲的货物，或者从韩国，甚至啊从这个俄罗斯的叫海参崴，它的货物到欧洲，它都有可能啊送到海南岛，从海南岛这儿再编组，对吧？再通过货运公司啊给它送到荷兰的这个叫什么鹿特丹。这样对这个货主来说啊，对这个船运公司来说，它的这个货运航线啊，它这集散它就多了一个选择。它的货物，对吧，到了这个海南，它不是要交税啊，它就放到这儿。那你看看啊，为什么海南搞个这个它还有的玩呢？因为海南岛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地租便宜。实际上跟海南岛相竞争的啊，主要的是你比如说香港、新加坡，就这一块的业务啊，物流集散地，那他们这三个地方相对来说啊，这个竞争比较大，各有各的优势啊。那海南的优势是什么呢？那我地方大，地租便宜。当然了，它还有其他优势。当然相比较而言啊，这个香港、新加坡人家也有人家的优势。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它会成为一个至少是东南亚加上这个不是东南亚，叫东北亚到欧洲的货物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集散地。第二个，对内地企业来说啊，刚才也说了，这个咱们以后啊有3/4的货物啊，它是零关税。零关税到了这个海南岛之后啊，你可以在海南岛这儿进行深加工，对吧？你比如说啊，这个刚才举例子牛肉，对吧？你可以加工成牛肉干，还有很多工程器械，对吧？你可以在海南进行组装啊、拼装，对吧？也就是说你只要在海南，你的加工附加值超过30%，就是你这东西啊来的是10块钱，你在海南加工了一下，变成13块，好，你这个货你卖到国内是没有税的，不需要再补关税。那这个就给很多内地企业啊，在海南他就会找到很多商机。有一些我们啊，比如说原材料的这个采购啊，你比如说农作物大豆，我从巴西拉过来，我就在海南加工成饲料和油。你说从巴西到海南是没有关税的。当然了，这个至于大豆有没有关税我不知道，就是有3/4的货物是没有关税的，零。假设大豆是没有关税啊，那好了，那咱们很多炼油厂啊，咱们国内的很多炼油厂，这个内资的外资的都跑到海南去开厂，对吧？玉米进口到海南，大豆进口到海南，然后在那一加工完之后运到国内是饲料、大豆油，没有税啊。你说那得便宜多少？甚至啊，那个咱们的石油，对吧？咱们一船一船拉过来的都是原油嘛，你原油你到海南岛进行这个提炼呢，炼成，对吧？各种石化产品到国内它又是免税。我刚才举例子啊，这是便于大家理解啊。至于这个石油、大豆、玉米，它到时候会不会是那个75%的免税零关税商品，这我不清楚啊。如果这些都放开，那你想想这个业务都有多大。而这些事情新加坡、香港它做不了，那地方太小，对吧？新加坡那是寸土寸金啊，那它要跟这个海南岛比起来，那它就有劣势了。这个海外的商家他就得计算了啊，他们就得自己去精算。比如说啊，印尼人家有石油，印尼的石油运到新加坡去加工，然后从新加坡运到欧洲，和他从他那儿运到海南岛来加工，然后从海南岛再运到欧洲，他就会算这个差价有多少，值不值得。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海南跟新加坡之间它就有了竞争关系啊。新加坡也炼油啊，新加坡就是靠这个发财的，对吧？这些中间这些产油国啊，他把原油送到欧洲，那不是把10多万，对吧？那个运费就不值当嘛。他要在那个新加坡给它炼成汽油，对吧？进行加工完之后啊，变成终极产品，再运到欧洲去，这样算下来运费不是便宜吗？你要送原油过去是不合算的。所以你看啊，对这个亚洲啊、东南亚那些
产油国，它就有了一种选择。你比如越南，越南它也产油啊，越南的油它也出口啊，那它往哪儿送呢？当然了，它自己也会这个冶炼啊，这个提炼炼化，但是它越南就要算账了，我是送到海南岛去炼更经济、更便宜，还是自己炼，还是送到新加坡去炼？这么一说啊，这个海南岛的它的竞争优势啊，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啊，它是货物的集散地，对物流来说这多了一个选择。第二个对加工，对吧？很多东西加工啊，又多了一个选择。第三个对消费呢，海南岛现在是一个旅游城市，对吧？全世界各地的人呢，你比如说俄罗斯的，比如说这个还其他国家的去三亚旅游的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有3/4的产品是零关税，那对这些游客来说啊，就是海外的这些游客来说，那他在把海南啊就能变成一个购物天堂，就是全世界的商品基本上上面都有，尤其对吧那些奢侈品嘛，这个对海外游客来说它是不限购的，你随便买。所以你看这儿又变成一个世界商品啊，商品的一个消费地，这些对海南来说呢都是叫前景无限啊，这个让人想入非非，无尽的遐想，对吧？你只要能吸引海外游客到三亚来玩，他们很有可能以后把这个海南岛就变成一个类似于迪拜嘛，购物天堂。那迪拜怎么做到的？你就学迪拜就行了。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对吧？咱们韭菜最关心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啊，对海南本地人，那这个影响就短期啊，恐怕机会与叫风险并存，既有机遇也有风险，有好有坏吧，叫双刃剑。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刚才已经说了，对吧？那你就有抢占先机的机会，你可以在当地办各种企业加工厂深加工，对吧？你可以在海南这个搞什么各种服务业咨询，就机会很多。对海南本地人上来说啊，甚至你的就业机会也会多啊。这些啊，但是这些都是逐步的，不能是一步到位，对吧？它所有的政策推进，它的这个完善都需要时间。对海南本地人的负面在哪儿呢？负面就有可能是这好处还没来，你得先付出一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当地的物价房价就开始涨了，你的工资还没涨，对吧？你本来想买房的，这回房价涨了，好多人又开始在炒地皮了，物价也涨了，对吧？大家收入还没涨，老外还没来呢，他先涨价。如果你的工资也涨了，那倒无所谓，你的工资没涨，那你就叫造孽，对吧？你就是叫买单，你先买单。但是总体上啊，它肯定是还是光明啊，还是有前景的啊。这种买单恐怕也是短期的吧，先看看。这是对海南本地人啊，那海南本地人也有好处啊，对吧？海南本地人你买那些进口商品，那75%的商品你是没有关税的，而且你没有限额啊，因为你只要不离开这个海南岛，你在本地用，比如说啊，你喜欢这个日本的那是什么保姆车、买菜车，对吧？那玩意儿你要在内地买，你得100多万，你还得什么加钱，对吧？乱七八糟的，哎，你在海南买恐怕就是40万、30万，跟日本的价格一样，你就在当地用啊。比如说啊，你在海南开厂，很多进口设备，对吧？那你都只要反正我说的，只要在那3/4的名单里面的，那都是免费的，免税啊，没有关税，你买了多少就多少，你就在当地用，当地开厂，你的成本降了多少啊？还有那些什么奢侈品，对吧 ？LV 的包，什么香水，都没有税，你随便用。所以对海南本地人啊，这叫有利有弊，而且那个弊呀，应该是暂时的。那对我们内地的人来说呢，刚才说了啊，你每个人每年有10万块钱的额度，你可以随便去海南，但是你在海南买东西，买那些免税产品啊，你想带到内地来，你一年一个人只有10万额度。那我们拿苹果手机举例子吧，苹果手机只要一上啊，明年 iPhone 18一出，你直接去海南去买，应该能便宜个，比如说以这个那最贵的啊，那个什么 iPhone 18 Pro Max 啊，我估计你至少能便宜3000块，然后顺便在三亚玩一玩，对吧？你这便宜这3000块，把你来回的机票还有酒店，对吧？在那玩都省出来了。然后内地的人，如果你觉得你是人才，对吧？你可以去海南去，在那儿去找工作，在那儿去创业。海南对人才，对吧？还有这个个人所得税，它只有15%，对吧？就是个人所得税反正比内地要便宜，要少。咱们这个国内内地啊，那都是最高是45%嘛。所以很多高科技人才，什么这个一些特殊人才啊，你去了海南，你就在那儿待着，你的税少啊，你就生活在海南。所以海南不仅吸引资金，吸引这个人才，吸引货物，对吧？人才货全部在海南吸引过去，所以这个政策力度是很大的啊。我再说一说啊，就是海南它跟周边的这些地方比，它的优点和缺点。先跟这个新加坡比啊，优势是什么呢？优势是海南背靠内地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么大的14亿人，这个
然后海南的地方大，它的租金必然比新加坡便宜，这叫优势。新加坡背后没有那么大的市场，新加坡纯粹就是个中转站，相比较而言啊，而且它的成本还高，地方太小，它的人力要贵，对吧？你海南以后不管怎么说吧，你的人力成本不会比新加坡还贵。你要海南的人力成本高，那内地的大量的人去打工，我告诉你，咱们内地人去海南没有任何限制啊，没有任何障碍，你就去那儿，你在那儿待着，没人管你。所以说，你海南的工资特别高，那这内地人他能不去吗？对吧？你在那儿随便找工作就是3万一个月，内地人多少人去打工啊？所以这个啊，但是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优势啊，新加坡的优势就是它的区位优势更好，它正好在那个马六甲海峡那儿，它就相当于是新加坡就相当于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海南呢就相当于是你上高速之前，对吧？在高速入口那附近搞了一个更大的服务区，但是不在高速，对吧？跟高速不是封闭在一起的，这个新加坡就更像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服务区，这是它的位置优势啊，区位优势，对吧？还有呢，毕竟是2种制度啊，这个在国外资本的眼中，这个也是区别啊，叫地缘政治，对吧？那咱们这外汇毕竟它是管控的，那新加坡呢？再说了啊，新加坡更像一个在这一块啊，新加坡更像一个百年老店，对吧？它的信誉在那儿，它的老客户在那儿，你现在是相当于跟它竞争，所以说啊，咱们跟新加坡比有优势也有劣势。那同样的人，你看香港也叫自由贸易港，那个你海南也是自由贸易港，你香港和海南谁的优点，谁的优势大，谁的劣势大呢？同样啊，海南跟香港比，海南也是它的地价便宜，人工便宜，背后都是对吧？这个内地市场背靠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啊，你看看咱们去香港还办签证呢，总是不太方便。那你以后去那个海南岛，那对吧？你在香港能干的事情，在海南岛一样能干啊！你在香港买这么各种包啊，各种对吧？这个化妆品、各种奶粉，你在海南一样能买。那你很多人恐怕就选择去海南买了。一个人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普通的韭菜，一个人1年10万足够了。但是海南的劣势是什么呢？人家香港港币是跟美元挂钩的，对吧？它是自由流动啊。那这一块恐怕对吧？海南是个劣势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海南岛风光之后啊，它对周边都形成了竞争。你比如说啊，咱们有很多人去日本玩，尤其上海人对吧？很多人跑到日本玩，就是日本那个汇率啊低，好像咱们去玩占便宜，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去日本，很多去日本玩的不是买那些代购吗？以后啊，咱们内地在全球的代购，你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对吧？你还跑到日本买干什么呢？你去海南买不就完了吗？我说的那些专门跑到日本买东西的啊，没必要了。我刚才已经说了，人均10万块1年免税，你都够用了。你买苹果手机，对吧？你没有必要跑到这个香港去买啊，你去海南买就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啊，让原来好多人跑到日本买东西的，或者跑到什么巴黎买东西的，不需要了啊，你就在海南买。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南就相当于把这个以前啊国内人跑到海外去买东西的，给他拦截了一部分，就在海南买。那对他们来说呢，那不就少了一块吗？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海南封关，对吧？海南就相当于把这一个岛在海关这块是独立运作，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岛。我觉得这想法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相当于往前跨了一步。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咱们说的这个效果，对吧？海南能不能像新加坡或者像香港这样繁荣，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给他最好的政策，你给他最好的硬件，人不行，软件不行，对吧？一样的会大失所望。这个不是咱们唱空啊，是说有大量的例子啊，大家还记得吧？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对吧？改革开放不是画了一个圈啊，是画了10几个圈啊，对吧？不是画了深圳一个圈啊，画了10几个圈。大连好像珠海吧，汕头，大家自己去查去吧。海边上画了好多啊，都是特区，都是开放。那现在你看看，对吧？真正的说值得称赞的，成为这个1线城市的就深圳，剩下的那10几个呢？政策不都是一样的吗？对吧？扶持力度都是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最后就深圳跑出来了呢？成了1线城市。所以这个活生生例子就在这儿啊，不是说给你政策，给你这些，给你那些啊，你就能发展得起来，这个不一定啊，对吧？一说改革开放，一说咱们的经济不错，咱们经常说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都把海南岛给忘了。要论起改革开放啊，海南也是第一批吧。海南以前是广东省嘛，但后来单独对吧，把它划出去了，成了海南省。它以前是广东省的啊，就是为了改革开放把它划出去。但是你看看海南发展的，成了东北人的天堂。海南能不能通过30年时间发展的像深圳或者是像香港这样，这个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相比较这些硬件
见，相比较这些政策，对吧？我觉得跟人也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如何执行这些政策，如何充分的利用这些政策，如何真正的是吧思想解放，这里面啊，这个海南还有几个事情，一个就是你在海南那个网怎么办？老外来了之后，在海南还要翻墙吗？还要用梯子吗？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金融，对吧？你光货物物流什么对接，金融怎么对接？因为钱货这些东西，对吧？那都是一起的。你货进来了，你钱怎么走，对吧？那这就涉及到金融怎么对接，怎么样？金融这块也是无缝衔接，你恐怕就要吸引大量的外资银行进来，对吧？你说我工行有，我中行有，人家不信不过啊。学学迪拜吧，看看迪拜怎么整的，对吧？怎么样吸引全球的有钱人啊，土豪都跑到海南岛去置业，跑到海南岛生活，在那儿待着，对吧？把海南岛当家。那全球的有钱人往哪儿跑？不就是全球有钱人往迪拜跑吗？你能往海南岛跑，那海南岛经济它就好起来了，都是有钱人嘛。这个意义在哪里啊？如果海南岛这个开放，这个风光啊，这个实验如果成功的话，那咱们沿海很多地方，对吧？不光是沿海啊，其他地方也可以这么玩啊，对吧？比如大连的经济现在都已经没有声量了，都已经好像没人关注了吧？大连地铁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对吧？它曾经也是改革开放的这个第一批城市啊，对吧？现在都赶不上合肥了，还青岛，对不对？我再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深圳，对吧？深圳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窗口，对吧？在过去啊，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中国的这个一线城市，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啊。我们喜欢跟新加坡去比啊，早在2017年，深圳的 GDP 就超过了新加坡，但是引起世界轰动啊。一个小渔村，对吧？经过30年的发展 ，GDP 超过了新加坡，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但是啊，帅不过3秒，仅仅5年以后，2022年，新加坡的 GDP 再一次反超深圳，新加坡是4700亿美元，而这个深圳啊，只有4500亿美元。那到了2024年，新加坡再一次拉开跟深圳的这个 GDP， 新加坡比深圳多2000亿美元。你看啊，就差距越来越大，似乎对吧？深圳的后劲不足，憋着劲超过了新加坡，然后马上后面就不行了。原因有很多啊，我刚才在分析这个海南和新加坡的这种优势和劣势的时候，实际上深圳也是一样的。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治理的软实力差距。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硬件、你制度、你什么都行，但是你人不行，软件不行，你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不行。就像这个长跑一样的，对吧？你憋了一股劲，你中途某个地方玩命跑冲刺，你超过了这个基普乔格，但是啊，你后面那你就越拉越远，对吧？科技创新、各种政策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引擎，但是啊，制度、环境、人的水平是决定发展高度的基石。在这个制度创新和城市治理方面，深圳和新加坡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尤其体现在法治、公共服务和国际化程度上，对吧？你看新加坡，人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和一套成熟的监管制度，严明的法律秩序和高效的政府、廉洁的政府服务，为居民和企业提供了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对吧？正是因为这种制度优势，吸引了全球的人才和资本，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的地位。新加坡的文化，对吧，更为多元，而且拥有在世界上排名更靠前的大学，更加全球化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建设啊，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积累。当然了，深圳也在迎头赶上，对吧？也在奋力直追啊。所以我觉得啊，海南那就应该要汲取啊深圳和新加坡这种比较啊，要扬长避短。你比如说海南有什么大学吗？海南有什么医疗吗？这些东西都是吸引海外高精尖人才的这必备的，对吧？你得有这样的梧桐树啊，你才能引来金凤凰。那这个就离不了你的这种制度建设，这叫软实力，对吧？我们现在很多内地游客一到海南一玩就吐槽宰客，对吧？欺诈消费者，各种乱象，那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去治理。还有啊，规则制度要透明，要稳定，你不能今天想一出是一出，明天想一出是一出，像烙煎饼一样，全球人才不敢去，资金也不敢过去，对吧？所以我觉得海南啊，应该搞一个交易所，对吧？很多企业可以在海南挂牌上市，就是你得有配套的金融手段、金融政策，你得有配套的法律。
这种制度稳定的啊，在当下外资纷纷撤离咱们，那我们能不能把撤离的外资吸引到海南岛去，对吧？这不是当务之急吗？最后啊，这个海南岛的这个改革实验呢，那当然是充满期待啊，事在人为吧，这个总比啊原地不动甚至倒退要强。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